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5月25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為了解決少子化的問題，中央實施擴大生育補助90萬塊的新制，以及每年0到18歲每個月發放5000塊的成長津貼。議員余主清在議會總質詢就指出，台南的生育率已經是全國上介低。除了檢討現有的生育獎勵金以外，嘛要求市府跨局處專案小組愛為生產支出、疫苗補助以及公共托育等等根本來解決為什麼無想要生的問題。面對少子化危機，議員余主清在總質詢以今年1月到4月平均生育率，台南已經是全國上佳，來進一步檢討生育津貼，希望市府愛予第一梯成為目標，對生產過程的支出、疫苗的補助等基本的開銷來思考如何降低負擔，予父母加生。同時成立少子化跨局處專案小組，對根本對市府會當加碼解決的部分來提升生育率。如果我們地方能夠把一套完善的一個制度，我們該怎麼樣去讓這一些人敢生，讓年輕人敢生，然後去輔助他們生小孩之後，我們後續該怎麼樣去輔導小孩，去教育小孩，然後在職場上怎麼樣得到友善的妥善，所以我都一一把它列出來了。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副市長你能夠有一個承擔力啦吼，是，把這些全部攏揪起來了。這個我那這幾個局處應該都有開過會了，但是有關於我們市府能做的部分，我們一定要全力來辦理。對，所以我覺得要成立一個跨局處的這個專案小組來解決這少子化對應的辦公室哈，或是對應小組好，我們覺得把它用這樣的方式，大家才會時記得這樣子的一個好，或是這個少子化對應的匯報好，每3個月或每幾個月開一次，類似這樣。對，現代人面臨的經濟負擔、脫幼的壓力、加職場的衝突，以專家研究，敢若靠生育獎勵金對提升生育率確實效果有限，所以議員嘛建議以累進式的用利福利。對一體支持、二體加碼、第三體的調解公開獎勵來做，希望的管道來提升民眾生養的意願。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台南營養午餐將於9月份開始全面免費，雖然會當降低家長的負擔，但是要安怎在財政壓力之下，擱維持午餐的菜色甲品質？嘛，互濟家長非常的關心。議員林冠偉佇個總質詢就呼籲，愛建立滿意度調查機制，並且採用上新鮮的在地農產，採購食材嘛愛全面透明，為食品安全把關，照顧學生的成長。今年對9月開始，台南市嘛要實施營養午餐全面免費，學生每一頓補助是56塊。議員林冠偉除了感謝市長61-2023年的專業補助提案，在總質詢進一步為家長所煩惱的撇免食材救水、提升飯菜品質來把關。家長其實蠻開心，我們贊成我們這次我們全額補助我們的各國中小，但是有些議題家長在反映呢，就是說，第一，我們的補助免費了以後，我們菜色會不會縮水了哈？那品質會不會大打折扣了哈？那我想照顧孩子、減輕家長的負擔是必須的。那吃的營養、吃的安全、吃的有品質是非常重要的。台南市在午餐的部分很特別，我們大概有94%就自辦午餐，那自辦午餐包括它廚房的設備什麼等等，其實都是政府供給。那原來跟家長收費那個區塊呢，其實有高有低，有的才收700多塊，有已經到900塊。那我們的補助的定額呢，就是說把原來家長繳的那個費用，我們取到一個中間數。營養午餐我們自己煮，自己聘廚工、廚師阿姨，然後自己用自己的設備，這樣讓成本最低，而且營養兼顧得到。但你如果去外面叫合餐啊，叫便當，那就比較營養，或者是又貴又不營養。所以說這個是同樣的道理。因此這個部分，有人如果媒體啦，或是有人刻意說，哎，我們台南的營養午餐每餐56塊，你要台北要70塊、80塊，坦白講，那個是不公平的比較，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外面叫的，要人家賺一手。營養又看不到，又不知道是怎麼做出來的。台南營養午餐以94%中央督辦化的公辦優勢，加上專業營養師的進駐，就是要提升品質，為食品安全把關有了真好的基礎。不過議員也是強調建立滿意度調查機制，優先採用在地農產，以及加強招標、公開透明的檢驗等做法來照顧學生，嘛讓學生愛食，家長放心。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台南市最近傳出不少毒駕的事故，讓地方非常的煩惱。議員陳培雅要求警方愛加強攔查處地毒駕，為源頭把關。另外，議員嘛關心東區的公園環境，積極爭取城大、中校等高大公園的特色優具。市長黃偉哲嘛承諾，會在年內編列預算。議員陳培雅以城大公園等東區的李林公園，甚至是台南重要門戶的景觀來向市府請便，希望市長黃偉哲比照2005年內政部國土署所補助特色優具公園的經費，在年內嘛會針對中校、城大、玉境、南城、文化等5大公園來編列預算，優質東區的生活環境。對此，市長黃偉哲嘛公開答應。我們國土署的5座公園已經成立了
你的委員講說一下，你就在阮東區才50公園，偌濟時大人，偌濟少年人帶囡仔離遐，甚至阿嬤也帶着，阿公也帶着，好，這一點是你去說一下。那在這裡的時候，我要拜託市長哈，幫我們打造宜居優質的東區啦。因為我要講誒，去年考處時有這經費，咱講個鐵頭才輪班啦。今年輪到阮的這中校、成大、南城、義進的時候，伊講無這經費啊，無這經費啊。市長是不是也幫我們編呢？像你講，我要甲你拜託誒，今年嘛是最後一檔啊，你會當編就這麼爾。我甲你承諾，我今日開會煞，說得去了解這5座東區公所甲我。伊是需求啊，這原則上就是比較迄個經營頭前。對，原則上就是特色遊具，不是那個罐頭式的哦。你們有那罐頭式的哦，因為這個，因為對了，因為大家有你關心這個。市長，謝謝。另外，面對台南近期傳出不少因為食毒以後開車造成的事故，和地方相當煩惱。議員陳培亞會長強烈要求市警局針對開設毒品的場所加強稽查處理，為市民生命安全來把關。對此，市長嘛回應，會列管曾經用毒，各有駕照部分加強轟炸，避免再犯。台南新聞軍籍張素維採訪報道。在土土杯全國少棒錦標賽奪下總冠軍的台南市少棒聯隊，6月份將前往中國參加美國小馬聯盟亞美級的亞太區少棒錦標賽。身為球迷議員曾之杰、甲詹順良自由會以及詹信凱青年軍團，嘛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少棒選手。募款6萬塊贊助台南市代表隊，免得這小球員用世界比賽勇敢邁進。台南市代表隊地主隊靠着在3局下半的14分的大局，中場以14-8，6分差來擊敗了桃園市。上屆13檔來自中下、成功、二零、義載、歸南、永信等濟間國小好手組成的台南市少棒聯隊，在土土杯全國少棒錦標賽當中奪得冠軍。6月8號到13號將前往中國參加2026美國小馬聯盟亞太區少棒錦標賽。議員曾之杰甲詹順良自由會、詹信凱青年軍以實際行動募款6萬塊贊助。那這是一個及時雨呢，除了拋磚引玉以外呢，我們希望這一包紅包可以真正的鼓勵到這一群這個少棒好手。這次我們整個參賽的經費，我們預估要180萬。市政府很關鍵嘛，市長很支持，所以他說就學校盡力，那不足的部分公務預算會補足。這組比賽經費高達180萬，在市府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之下，讓台南市的小球員會當出國爭取榮耀，到時將甲日本、韓國等傳統強隊正面交鋒。也毋過因為亞太區賽事場地是人工草皮，在體育局的協助之下，協調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設立練習場，提前適應場地條件。希望可以幫球隊進攻。我相信在默契啦、配合啊，應該都是 OK 的。我是對這批小孩子的那個程度蠻有信心的啦。教練對這群選手相當有信心，若是順利取得亞太區代表權，7月31到8月3號將會前往美國參加世界少棒錦標賽，拼世界冠軍。曾之杰嘛有個會他給鼓勵台南市少棒聯隊。台南新聞楊淑懷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市美術館推出雙聲價台南甲熊本台灣當代藝術接力展覽，邀請到3位台灣當代藝術家楊茂林、林宏文甲常玲，用跨國藝術交流串聯台南甲熊本兩座城市。目前正在台南美術館展出，預計在2027年會延伸到日本熊本現代美術館做展出。
台南美術館長期關注台灣當代藝術甲的國際交流，即間推出雙城記台南甲的相本當代藝術展，由策展人黃德新來策劃，以着城市甲的時間為策展的核心，希望透過兩座城市之間的藝術對話，展開跨越時間甲的地域藝術的交流。在2026的時候，從南美館開始，感謝南美館支持在南美館做聯展。那2027年會到熊本來依序的展出我們3位藝術家的個展。那這一次其實我就介紹一些小亮點哈，我們有準備一個小小的幸運鉛筆，大家鉛筆，等一下可以到後面來領取。那裡面呢都藏有一些呢吉祥話，這樣子大家可以來抽取一下，看看裡面是什麼。那也期待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淵源來一起到可能在台南旅遊，然後也到熊本來旅遊。那在旅遊同時也認識到我們台灣3位很重要的藝術家，林宏文、楊茂林還有常林，這3位很重要的藝術家。我剛剛特別看了3位老師的作品，非常的現代，非常現代。當然裡面也看得出有傳統的底子跟工藝。然後非常值得大家來欣賞。從5月21號到9月27號，那明年是會到這個熊本去展覽那這個我們也很歡迎的日本的藝術家也來台灣展。那我們這3位藝術家到日本把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藝術發揚光大，可能是台灣之光，還是台南之光。非常的感謝各位。即間的展覽邀請3位台灣藝術家，有楊茂林、林宏文，甲常林，對不同的面向回應當代的處境。伫個開幕式當中，包括市府副秘書長徐建林、文化局副局長林偉旭，以及日本熊本現代美術館的副館長坂本賢治，嘛攏親自出席現場，並且邀請日本鎮表演老師的演出。吸引媒體藝文人士到場參觀。即間雙城記台南熊本台灣當代藝術接力展，對今日起佇個南美館將展到9月27。預計明年2027年將延伸到日本的熊本現代美術館來展出。台南新聞林永根採訪報道。由安南區海淀國小學生提頭打造的保護金馬公車站正式啟用，成為台南市第一座由小學生參與設計，用山海圳國家綠道沙馬仔作為主題特色好家庭。學生透過公民行動甲環境教育，將守護大港生態理念化為實體公共空間。海淀國小小台江河流讀書會倡議在學校門前的公車站改造成護蟹公車亭，經過去年的公私協力、社區參與設計，市府交通局公共運輸處終於為小學生圓夢。2022年，我們有發現越來越多的招潮蟹回到我們淨堤的這片灘地，這個發現真是振奮人心。有台灣泥蟹、胸褐圓軸蟹、雙齒泥象手蟹、近親泥象手蟹以及湖邊館招潮。學生結合山海圳與招潮蟹生態的在地元素，用招潮蟹的大螯作為候車亭的屋頂，眼睛是 LED 燈，身體做成電子資訊看板，讓民眾經過時能了解招潮蟹的保育知識。不僅美觀，還推廣公車的綠色交通運輸。公車站牌邊的是咱台港咱台灣山海圳綠道內海之路。那麼這條內海之路有一台班公車是901公車，對九份駛到咱的圖書館。那麼5萬公之後，咱山海圳國家綠道愈來愈多人來行這條綠道，會當坐公車來咱這個特色。公車站牌護蟹公車亭不僅是一項硬體建設，更是延伸至生活場域的環境教育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果走出校園，實踐守護家鄉的責任，讓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台江土地的生命力。記者周懷談的報道。國立台南嘉濟高中流行複習課115級畢業成果展登場，用幻想劇《白日夢》作為主題，向前用針線作筆，描繪心中的夢境甲風景。96位畢業生不止親身設計服裝，閣行上新電台擔任模特兒，
將3檔來累積的專業實力完美展出。以迪士尼美人魚中的反派角色烏蘇拉為靈感，運用暗黑紫色展現服裝的奢華氣質，還有特別以鮮紅色彩象徵生命歷程中的傷痛與掙扎，更透過黑白交織訴說青春中的成長與蛻變。佳琪高中流行服飾科115級畢業成果展，96位畢業生以 Reverie 為主題，把3年所學完整呈現在伸展台上。白是我們的青春那一面，然後黑可能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有一些小挫折，所以我們希望把挫折跟青春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全新的成果。畢業後就是全新的自己。我們在夢中，然後一步一步的成長，然後我們會感受到挫折，我們會感受到困難，但是我們依舊努力，然後去實踐出我們的那個夢。學生透過服裝設計描繪心中的夢想。這次畢展從靈感發想、打版、材質搭配到裁剪制作、整體造型設計，甚至舞台燈光、音樂剪輯以及前導片拍攝，全都由學生團隊一手包辦。其中整體造型特色班不只設計服裝，更結合妝髮與飾品搭配，打造完整時尚造型。Fashion design 這件事情，它不僅不會被這個科技的浪潮所取代，在這個產業的趨勢之下，流行服飾科的整體的這個表現，不僅呢不會被時代淘汰，那更多的我們未來會再加上更多 AI 的元素。面對 AI 浪潮衝擊，不少產業逐漸被科技取代。不過校方強調，時尚設計最核心的創意與美感，仍然需要人來創造。今年畢業生在全國技藝競賽中也繳出亮眼成績，展現堅強實力。未來不少學生也將透過績優保送，持續朝時尚設計領域邁進。記者宋海棠的報道。2026台南市全民科學日甲科學密室25號在南區新興國中熱烈登場。今年總共有23間學校參與，希望透過跨校合作、甲動手實作的課程來深化國中生的科學教育。由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甲立新興國中師生共同規劃台南市全民科學日的活動。25號下午，在新興國中的視聽教室來舉行開幕式，包括市府教育局專門委員鄭文達、成大理學院的院長蔡進俊、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以及多位參與的學校校長嘛攏到場出席，場面盛大。新興國中跟成大科教中心呢，其實我們不只是承辦全民科學日開幕的合作關係，那種感覺更像是我們是一起努力在推動科學教育。好，那去年我們透過科學的密室逃脫，讓學生可以在解謎中呢，可以去探索科學。今年我們的關係更密切，我們共同申請了科學教育計劃，那持續的讓我們的科學教育呢，可以更向下扎根。那我們的概念簡單，就是國愛，這個有教無類，所以我們原則上教材會，就所有的教材準備完了就送給所有有參加我們的這個國中這樣。那當然，所以也是希望接下來如果我們在推廣的時候，盡量再把國中增加進來這樣。活動在新興國中課程隊表演，迎接各位的貴賓。另外，還有大型玩偶蔡奇亞的舞蹈甲來賓互動。新興國中的校長鄭雅麗表示，該校申辦科學日的活動，今年已經是第3檔。透過科普的活動，佮個實驗實作的體驗，希望引導學生會用個親近科普、探索科學的知識。現場市府教育局並且頒發感謝狀，感謝成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每年的付出，希望未來會用個培育出更較儕科學種子，散布佇個全市的每一間國中。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5月2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們會趕快去了解權利義務，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